帶大家揭開鄭裕玲同呂方呢對港圈最爭議情侶背後嘅真相。第一章，鄭裕玲，錢先係最可靠嘅底氣。上世紀80、90年代嘅香港影壇江湖險惡，亂象橫生，人人自危。但係呢片混亂中，只有一個人，大佬們唔敢輕易招惹，嗰個就係鄭裕玲。佢個片酬從唔被拖欠，佢嘅合約從來都白紙黑字，連黑社會都對佢敬而遠之。大家不禁好奇佢個來頭有幾大？其實佢並冇任何顯赫嘅背景。1957年，鄭裕玲出生喺一個早已經衰敗嘅家庭，爸爸生意失敗，媽媽獨自撐起家計，夫妻爭吵不斷，最終走向離婚。離異之後，爸爸對小朋友置之不理。鄭裕玲同埋家姐細佬只能夠依靠媽媽獨自撫養。自此之後，佢對男人、婚姻甚至家庭呢啲字眼都懷有深深嘅恐懼同埋唔信任。喺嗰個年代，離婚係一件唔光彩嘅事。小小年紀嘅鄭裕玲唔敢等人知道自己係個冇老豆嘅小朋友，總係講大話話父母雙全，家庭小康。然而生活嘅殘酷好快揭穿咗幻想。13歲開始，佢利用暑假去工廠打工，幫媽媽補貼家用。直到有一日，媽媽話俾佢知學費再都俾唔起，佢不得不輟學。從嗰一刻開始，佢徹底覺醒，所謂情情愛愛不過虛幻，唯有金錢先至能夠帶嚟真正嘅安全感。幸運嘅係，鄭裕玲天生麗質，當美貌遇上香港娛樂業起飛嘅黃金年代，注定佢會揸住機會。為咗生存，亦都為咗嗰份對金錢渴望，佢一步步闖入咗娛樂圈。最初佢考入咗佳藝電視台，同米雪成為同期嘅藝員。坐咗一年冷板凳之後，佢開始主持節目，逐漸嶄露頭角。之後佢受到徐克嘅賞識，先真正踏上咗演員之路。隨着佳藝倒閉，佢順勢轉投 TVB， 被視為汪明荃嘅接班人，重點培養。鄭裕玲亦都用實力嚟證明咗自己。最搏命嘅時候，佢一要拍9組戲，被人戲稱為鄭九組。人哋偷懶取巧，佢卻恨不得將日分成48個鐘，食飯瞓覺都能夠壓縮到最短。對佢嚟講，只有搏先能夠出頭，只有將錢緊緊咁握喺手裏邊，先至算係有底氣。一部部作品累積落嚟，佢唔單止名利雙收，成為觀眾心目中獨一無二嘅嘟嘟姐，亦都落低咗一個錙銖必較嘅名聲。佢究竟有幾中意錢？無論對邊個，佢都係先講錢，連熟人都唔例外。曾經因為一次借錢遭遇唔還，佢從此都唔再借錢俾任何人。拍《小男人周記》嘅時候，需要補拍戲份，佢乾脆開口要多加10萬蚊片酬先肯出場半日。佢個原則好簡單，唔白做唔蝕底。喺意識到自己能夠掌控事業之後，佢果斷同經紀人陳志強解約，親自打理工作。面對黑社會投資商，佢亦都毫不退縮。我唔簽佢哋合約，我用自己嘅律師將要求寫入我擬定合約裏邊。